Mystic Moon, awaken your inner light. 你有冇曾經有過咁樣嘅感覺？心入面突然冒出一個聲音，話俾你知應該點做，或者面對選擇嘅時候，身體不自覺地傾向某個方向。當你企喺人生嘅十字路口，內心有個微弱嘅聲音話俾你知應該去邊，而呢個聲音就係你嘅直覺，係你嘅靈魂同緊宇宙在對話。直覺唔係憑空作出嚟，佢係你嘅內在智慧，是一種比邏輯更快嘅感知方式。直覺仲係宇宙同天使送給你嘅指引，佢好似一條隱形嘅絲線，牽引着你走向最適合嘅道路。好多時間我哋太理性去判斷，卻忽略咗內心最真實嘅聲音。有時候我哋以為呢啲只係諗得太多，但其實嗰啲係你嘅高我在提醒你，指引你去找緊機會，選擇合適嘅道路。當你學會信任直覺，你就打開咗同宇宙溝通嘅橋樑，你將發現世界會為你開啟無數機遇。